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3月21日，诗篇55篇20安尼讲：就将你的答写予耶和华，伊要扶持你，伊永远无互义人摇拽。三甲来祈祷，扶持予阮无摇拽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源台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活命的拯救甲倚靠。主啊，阮要出大声来感谢甲学乐你的名。主啊，求你照你丰盛的慈爱来怜悯阮，求你用你的慈悲甲疼痛来撤销阮一切的罪过，佮用你的牛膝草洗阮，阮就清气。求你洗阮，阮就比洗较白。主啊，阮的心伫阮的内面有济济苦痛，甚至死亡的惊吓临到伫阮。主啊，总是你爱阮将所担的担拢写予你，因为你扶持阮，互阮永远无摇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应允，互咱会通将一切重担来写予伊，伊就要扶持咱，互咱永远无摇拽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